大家好，地膽帶路遊香港，我係阿色，今日同大家去黃埔食釘書釘炒飯。今日就喺黃埔睇一套文藝片，就係《國寶》，題材講日本歌舞伎，片尾會講解下呢套電影，睇下大家有冇興趣入去文藝下。睇之前先睇下樓下嘅菜蘭美食坊有咩嘢食先，就有一間永麗園同埋好多連鎖店。咁呢間簡體字嘅龍間記咧就冇乜興趣，素食鋪又唔夠時間食，咁所以想簡單食碗粥或者雲吞麵，所以就揀咗呢間小聚。喺 Google Map Review 仲見到佢有4.1分咁高，但係因為趕時間睇戲啊，睇漏咗佢呢個評分，只係由10個人去堆砌出嚟嘅啫。咁佢裝修係幾靚幾舒服嘅，所謂乾乾淨冇暗病，但係就估唔到暗藏殺機。我真係飲得出。我就叫咗壺壽眉，雖然我唔係成日去飲茶，但係呢啲茶包嘅茶咧係冇茶味。咁我今餐嚟呢間餐廳咧係為咗蝦多士，上網睇到佢嘅舊 menu 咧就可以散叫28蚊一件。今日喺個 APP 嗰度咧就揾唔到呢件嘢食嘅，咁你去到咧喺個菜單都揾唔到嘅，就要同阿姐講，阿姐就話最少要叫2件50蚊，價錢就唔算貴嘅，不過食落係超級奇怪，因為呢個蝦多士上面係有啲煉奶，咁即係匪夷所思或者老夫子嘅耐人尋味。蝦多士係啲鹹食，咁啊切啲煉奶上去想點咧？大家可以幻想下一嚿甜嘅蝦多士係可以有幾難食。咁我即刻要飲啖茶，啷翻個口啊！就算撇除咗呢啲白色嘅煉奶，個多士都係唔香，啲蝦更加冇鮮味啦。咁可能就係呢啲咁嘅原因，阿廚師要落翻啲煉奶上去，想挽救翻個味道。咁但係都係做唔到嘅。我唯一咧就係擺啲辣椒醬上去，等佢有翻啲鹹味，同埋辣辣地，始終叫有翻啲味。咁而家咁樣食成嚿臭豆腐咁就冇乜所謂。同埋呢嚿蝦多士上台嗰下，咁有啲白色嘅煉奶喺個多士上，我即刻諗起銀龍。咁呢嚿嘢真係搞唔掂啊！食過嘅師兄歡迎留言討論下。我喺 Google Map Review 見到人哋嗰啲呢就好似好味啲，隻蝦好似有味。咁我呢嚿好似大家樂嗰啲深海魚柳，跟住就試下呢個98蚊嘅瑤柱蛋白炒飯，上面就有一啲炸過嘅乾瑤柱，係炸到好乾好硬。你食落去好似食到釘書機入邊嗰啲釘書釘咁樣。如果你連飯加埋呢啲瑤柱，好大安旨意大啖擺落口食呢，你就好容易揞親個上下顎，因為啲飯腍，然後嗰個乾瑤柱好硬。咁呢一點可能係個廚師冇考慮過，就係我哋食啲硬嘢有心理準備，你會好小心。但係食飯就係腍噶嘛，中間有啲硬嘅嘢，你一大力咬落去，就可能會整損個口。或者個廚師係占士邦電影入邊嘅角色鋼牙佬，咁佢就體會唔到我哋呢啲普通食客食呢個炒飯面對嘅問題。同埋呢碗飯咧食落好似冇乜味嘅，唔係師傅冇落鹽啊，係兜得唔勻循。咁所以我又要加啲辣椒油落去完成佢。我食都有一個疑問嘅，即係個飯一忽有味一忽冇味之餘咧，佢上台嗰下熱辣辣嘅，但係有啲位係凍，有啲位係熱嘅。知道點解嘅師兄啊，歡迎留言。咁呢一餐唯一可以讚呢，就係有免費廁紙可以用，食完可以抹乾淨個嘴。咁我就買咗飛睇8點半，咁所以8點3就要鬆人。所以你都見到佢有幾好生意。但行前少少間太興，門口入邊都坐滿2/3客。黃埔嘅街坊食過呢間小聚嘅，真係歡迎留言。我依真係覺得好似服咗。咁就同大家上去睇戲啦，就係睇呢套《國寶》啊，3個幾鐘。咁電影就講個歌舞伎宗家決定由一個才藝出眾嘅徒弟繼承家業，而冇俾到自己嘅親生仔繼承。咁呢個係日本人傳統嘅觀念。咁大家如果睇過一啲日本文學，例如係谷與刀，了解日本呢個民族嘅想法，你就會知道佢哋有好多掣肘，例如繼承，有才藝亦都要講血統。有紋身嘅人就係黑社會，
同埋一啲傳統嘅藝術，好似我哋而家成日講嘅啲非物質文化遺產，都係面對一啲越嚟越少年青人中意睇嘅情況。咁劇情同埋背後嘅深層意義就係咁。咁賣點有咩好睇啊？首先就係兩位男主角都好靚仔，亦都好好戲，更加係好投入去拍呢套電影。除咗認真學歌舞伎之外，男主角仲整整1年半冇接過其他電影，淨係專注拍呢套。另外一啲老派演員渡邊謙同埋田中文當然係非常之好戲。另外導演李相日就係一個喺日本長大嘅朝鮮裔導演，所以佢就最明白日本呢個講出身嘅國家社會上面嘅歧視嘅問題。咁電影入邊嘅古仔原型咧，就應該係坂東玉三郎。咁佢係真係呢個日本歌舞伎界嘅國寶。佢同中國嘅梅蘭芳亦都係世交，亦學習過中國傳統舞蹈昆劇，仲表演過楊貴妃添。所以天才就係天才，無論日本嘅歌舞伎定係中國嘅戲曲，要學得好、表現得好係好難。我哋呢啲凡夫只可以入去欣賞嘅啫。另外，電影入邊有一個小對白，就係呢啲繼承者真係試過唔想唱歌，走去學打籃球。呢個故事咧就嚟住日本嘅國技嘅抗彥野村萬齋嘅真實故事。因為佢真係試過唔想繼承家業去打籃球，同埋亦都出現過電視劇《陰陽師》，佢就將抗彥入邊呢種傳統嘅做手擺咗入去電視劇入邊，令到觀眾睇得更加投入。同埋佢亦都去過英國學習嗰邊嘅舞台劇點樣發展。佢爸爸亦都因為呢件事接受過訪問，就係呢啲日本傳統技藝溝咗啲英國嘢，會唔會不倫不類啊？咁佢就直言鼓勵個仔繼承呢啲技藝，亦都要加入新嘅元素，唔係就會被淘汰。所謂呢啲達人咧，就係睇通事理，就唔似香港啲廚師啦，整個普通嘅蛋白瑤柱炒飯都係 hea 炒，求其有飯有蛋白有瑤柱，就當係瑤柱蛋白炒飯，咁樣做真係冇乜前途。中意呢個 channel 同大家捐窿捐啊，發掘各區奇幻嘅味道，記得 like share 同埋 subscribe 嘅 channel。呢條片咧講咁多，拜拜。